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2月12号，下一周的盘前规划。本影片纯属个人分享，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建议。若有帮助到您，欢迎按赞、订阅、分享。首先来看到加权指数的部分，上周有提到，这指数的部分呢，这已经突破了前面的这个8月份的一个前高的位置。那目前正在挑战这段压力支撑互换的区域，那行情已经持续的上涨来到了这个位置。那之前有提到是上个礼拜有提到，就是行情如果有回来测试的话，是值得多单进场的位置。那这边就出现了一个行情的反弹。那目前在这段大概2个礼拜的整理区域的上缘，那要再急着去做多单的进场，就会变得比较风险比较高一点。那未来如果有机会再回来做测试，也是可以值得留意。再看到指数期货的部分，指数期货的部分呢，周五的夜盘经历了一个震荡之后呢，行情并没有还是持续的守在这条蓝色的水平线之上。那这可以观察到是3天已经都收了一个下跌的 K 棒。那可以留意到是这边有一个很多时段的一个开高低收的位置，都在这个区域的附近15600左右的位置。那要留意到的是，这边有上去，上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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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这边几乎大概五到六七个交易日的位置最后收盘价都没有办法收到这个水平线之上，那就留意下个礼拜在这个位置会不会呈现出一个转折向下的可能，或者是能够在蓝色的线出现了一个相对的支撑，然后进行行情的一个反弹向上。那留意到是涨多了一样，也不要在这个明显的这条水平线观察到，很明显的就是收盘的价格没有办法站上去这个位置去做多单的位置，可能风险就会大一点，因为整理不知道会多久。那如果它没有正式的站上去的话呢，就代表这边是有明显的去做一个反压的动作。那不如就是等回来做测试低点的位置或者是蓝色的水平线出现一些跌破又拉回来的走势，再去做多单的进场，会比你在上面去做多单的追加来的安全，那风险也比较可以控制。再看到金融指数的部分，金融指数有提到，由于上面的一个加权的一个反弹是由电子股带动、科技股带动，所以金融股的部分呢就没有突破了8月的一个高点的位置，那就有可能向下的压力就会比较大一点。那也有留意到这边有一个跳空的一个缺口，那周五的金融指数呢，来到这边挑战了前面的低点，还有这个缺口的位置，做一个反弹的动作。那未来这边就是一个上缘跟下缘，在它还没有突破或跌破之前，做多当然就是要做在比较低的位置，而不是在这边才想要急着去做多单。可以留意到蓝色的线多次都有一个起跌点，然后甚至涨不上去反转的一个位置，突破失败的位置，所以到了这个位置才要去做多，可能就要留意到前面反压的可能会不会再一次的在未来发生。那低阶的部分当然就是要在区域的附近，或者是这个缺口的位置附近去做多单的低阶。那这样子来说呢，跌破了这个区域做一个多单的停损，也是比你在上面去做一个多单的停损还要来得安全。那停损的空间也不会太大。再看到纳斯达克指数期货的部分，纳斯达克指数期货呢也碰到了一个前面的一个高点转折区，那这几天呢出现一个明显的下跌。那不管它的指数，目前来说，整体的就业数据还是一些公告的一些数据，多好，那还是要留意到本身价格基本面技术面的一个
扭转的走势。那在这边呢，在短的时区里可以发现到这边是一个颈线的位置，那颈线的位置被跌破了，那也是希望说它有机会可以走一个明显的回档。那毕竟它在日线的格局也只是一个小小的回踩测试，那有机会来到了这个更大时间的一个 W 底的一个颈线位置，这个位置附近呢来一个测试，那整理个几天，或者是出现一个跌破又拉回来的走势，是可以值得留意在这边做一个多单的测试。那当然停损的空间就要切到小的时区去找一个互换的位置。那这样子来看呢，在这个位置啊去做一个多单的计划是蛮值得去留意的。再看黄金的部分，黄金呢，这边连续的一个下跌之后，整理了4到5天的一个位置。那目前来说呢，还有守在前面的这个压力支撑互换区域前高的一个位置附近的一个水平区。那这里貌似有跌破又拉回来的走势呢，就要留意下个礼拜能不能够持续的守在这个区域之上。那如果没有守住成功呢，回来上涨进行一个测试之后，再继续下跌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毕竟它这一段时间走得非常的强势。那如果它有回来做一个明显的回踩，从这边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反转 K 棒，我们就可以留意到，当未来价格来到这个0.382，还有这个反转 K 棒的开盘价位置附近，那有没有机会做一个行情的止稳止跌？那再去寻找多单的机会。那如果它现在上涨的话呢，就留意它有没有办法站回这个区间之上，回来之后再来做一个测试，测试成功再去做一个多单的机会去找进场。那如果它只是稍微的上涨测试之后就失败的话，那当然我们有机会可以继续的去期待它持续的下跌，来到这个关键的位置附近。再看到美元指数期货的部分，那美元呢，上个礼拜走了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上涨，那跌破之后呢，本来预计的计划是它没有办法站回区间之上的话，那当然就是持续的向下的一个走势。那在这边它进行了一个非常强势的上涨，并且持续的拉升超过3%。那现在来到了这个前面，有留意到前面我们有画记号的这个位置附近，做一个测试之后还是呈现一个上涨的收盘。那就留意我们下个礼拜这个位置呢，行情能不能够站回我们过去画的这个上升趋势线。也就是这段整理时间的高点能不能够再站回去这个区域之上，持续去走一个走高的动作。那这样子来说，对于黄金跟指数期货的部分，压力就会相当大一点。那美元，现在来到29、30块左右对台币的部分，很多人也是觉得是还不错的价格，偶尔也会去做一些美元的兑换。那如果行情能够持续的往上，目前它这样子非常强势的一个扭转，有机会去完成一个这段期的1:1的幅度也就是来到前面的这一个高点的位置。那也要它下个礼拜能够持续的去上涨，来挑战这一波的起跌点。那这样来说呢，美元的部分就是相对的强势。那在突破的过程中，也不要急着去做多单的进场。那等它有回来测试的话，再去做多单的进场，会是比较安全。再看到比特币的部分，比特币呢，行情目前已经跌破到了这个区域之下，一根明显的下跌 K 棒。那未来行情如果有再次回升到这个位置附近，这个多次跌不下去的位置附近去做一个上涨的测试的话呢，如果它出现下跌拐头的动作，也是蛮值得去测试一下，看有没有
空单的机会去做交易计划。那这边是前面的高点位置，所以它在这里会震荡也是必然的。尤其这边持续的去做一个整理，最后直接的拉升，所以在这边要再做空，在这边要做空的部分，很快就会碰到了这个关键 K 棒的一个开盘起涨的位置。所以等未来有机会拉升到了这个前高的位置，前面低点的一个位置，它有出现明显的上影线或者是整理之后，明显都没有突破的话，那我们去找机会做一个空单的交易计划，那持续的期待它这段的下跌趋势能够延续下去。再看到以太币的部分，以太币呢目前也来到了这段时间的整理区域的低点，那它要做一个下跌之后又回升的走势。那礼拜天6日的行情比较小，那这边做了一个上涨，那看似它在这个区域之内的低点能够做一个防守，那这样子来说的话，短线上它有机会去做一个上涨。那当然就像比特币一样，上涨的过程如果碰到了一些压力支撑的互换区域，就要考虑是否去做一个停利。那如果它出现上涨，然后突破失败，出现一个转折的动作，也是可以去做一个空单的测试计划。再看到原油的部分，上个礼拜就有提到原油出现一个 W 底之后突破颈线位置失败，那回来的话呢，也是要留意它会不会出现低点越来越高的一个走势。那这边呢出现了低点越来越高的走势呢，我们就可以期待它能够有机会再次的突破到这个区间颈线之上，那再一次的回踩，再一次的测试这个区域能不能够提供有效的支撑压力的互换，那在时候再测试一次多单的交易计划，也是可以值得去留意的。谢谢大家，祝大家下周交易顺利，身体健康，幸福快乐。